袂歹，会记你爱用着你的鼻仔哦。啊伊有哦诶，嘿，来第三排。真好，第四排。真好，第五排。最后一排。播音甲注音。注音甲播音，拍拖仔摕，注音甲播音，感谢各位队。对，第一个规则来紧少加1分。每一个就是台语的规则内底，一定是注音加播音，注音加播音，注音加播音。咱来看拄则咱遮的题目。阿母的母，这是注音嘛播音？这是注音嘛播音？所以是不是注音加播音？无有，啊第二声变母阿母，所以是注音加播音，注音加播音。好，啊你有当时会看到，敢若一个播音尔，播音单独，这嘛是台语的一个规则吼，播音。好，过来，这个加2所以是不是注音加播音？对，所以共款哦，注音加播音。啊，有当时你会看到2个播音，吼，2个播音，比如讲西瓜的瓜，2个播音，西瓜的瓜，瓜，吼，这共款拢是注音加播音。敢袂使？目标，嘿，真好，来，你拄条要讲啥物？英雄发展目标，来，这个巴拉2分3米，巴拉2分3米。敢有人英语要先讲吗？好 ，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， 来第2个字也无好势，袂歹，我送你1分。来 ，online 加1分 ，onlin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， 英雄发展目标。咱即摆写甲，然后我甲海母阿公做伙甲海面上甲沙坡的粪扫清无清气够了。我的以为是小垃圾。过几时啊？海洋内都干净了，都变干净了。海内加什么？沙滩度假公叫做什么？沙坡甲沙坡，全都干净。拢清无清气，还是要拢是塑胶粪扫？拢清干净了，拢清干净。拢清气好。过一时啊，海底甲沙坡的粪扫。